天蒙光嚟到茶果嶺寮屋村，尋找一間就快喺地球上消失嘅冰室，但冇開。結果我決定等。呢度，行啲都要講句皇天不負有心人。榮華冰室頂籠都係100幾十尺，但係個視覺畫面，哇，豐富到唔識形容。每一個位都有好多故仔。70幾歲鏡叔係第2代老闆，佢爸爸50年代做走鬼檔賣咖啡奶茶。1962年8月，終於靠5000蚊積蓄買咗呢間前身係基督教堂嘅小石屋。唔止個手寫餐牌原汁原味，啲價錢都好原始。入榫嘅全木製卡位，當年喺二手鋪買，而家起碼有80-90歲。點少得一把3葉吊扇？肥棒、掌門人、King Sir 都係座上客。嚟食嘢就梗係講下嘢食，餐蛋公都嘟，熱鴛鴦都嘟，份西多士最嘟，炸得好靚，加煉奶邪惡到呢。雖然未去到要着2條褲嘅程度，但鏡叔以一己之力徹底打破我對懷舊冰室通常好睇唔好食嘅偏見。置身其中，喺紛紛亂亂嘅世界，時空好難得咁定格咗。一間小冰室養活幾代人，代表住香港人頑強嘅生命力。鏡叔話會做到清拆前嘅最後1秒，只係想講祝你身體健康，榮華平安。